好，来继续来看新北市三峡的警方抓到一个专门甲落单的查囡仔抢劫的嫌犯。这光头白日来犯案是真大胆，犯案了后，佫偷牵车来逃亡，3点钟就去予警察甲牵起来。原来是无钱通买毒品，才会抢劫偷牵车，而且是专门经迄个巷仔底找落单的女性来下手。 原警冲进前，将这个穿青衫的查甫人甲抓起来，伫伊身躯抄到毒品海录音。这查甫人长头白日抢劫，理由就是无钱通买毒品。拢经查某囡仔骑车抢走对方的皮包啊！案发时阵的画面嘛，互翕到。这个抢匪当时骑偷看的乌托摆，伫三峡安尼骑来骑去，就发现有查某囡仔一个人行入巷仔底，就冲进前将对方的皮包共抢去。对方安怎化救人，伊嘛无理插，直接就离开现场。 没想到他偷了第2台机车之后，反而是觉得第1台机车骑起来比较快，于是他就骑着这比较快的第1台机车来做一个抢劫的动作。这个抢匪为了避免被警察抓到，前后偷看2台乌托摆犯案，甚至抢到皮包得手12000块了后，伊佫骑车去附近的店面，用这个钱买新衫。 伊按算讲变装了，警察就会找无，要么警方以车去找人，3点钟尔掠回这个45岁姓王的嫌犯。伊过去就毒品抢夺等等前科，即摆毋若偷牵车，佫抢劫，将皮包内面其他物件拢四个乌白，但当作讲安尼就会使脱罪，想不到警察一日拢甲调查出来，嘛已经依法上班。